上一直咧讲鸟走过头，阿母踮尾后是什么意思 ？A. 好师傅带你飞上天。B. 人拢爱有保险。C. 坚持到底才会成功。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鸟走过头，阿母踮尾后，刚才龟兔赛跑有无？在乎带你飞上天。后壁的阿母行较慢啦。后壁的会使坚持是无？保险。鸟过头啊，敢袂食鸟啊？袂哈。今天二，为什么是2啦？坚持到底啦。安尼较设计。阿母踮伫后壁就是表示讲有个后盾嘛，还有一个保险嘛，人安拢爱有保险。我嘛是感觉是安尼啦，人爱有保险。阿母踮尾后，阿母68无？阿母鸟走过头那个就鸟走过头就是表示的已经过头。对啊，是可能真的应该是无对，阿母伫坚持踮尾后，我感觉这句是保险的，爱有保险，较有保障后壁。你行头前我伫后壁垫好啊，你捌听过吼？我唔捌啦。你毋捌听过？我感觉应该是阿母踮尾后，应该是人爱有爱有保险，较有保障嘛。应该是保险啦吼。啊，队长，你感觉？对。我是感觉是 B 啦，啊毋过敢有陷阱，应该是无啦吼。 1万块哦。我见啦，咱本来就要上个对方啊，我见啦，咱本来就是。那无你感觉咧？两个应该咧，咱就咱应对回答吧。哎，你是讲这个讲假啊？B，中辈伫后壁，好来哦，40秒要开始，来哦。对啊，看头看尾啊。那无就 B 啦吼。好，你的答案是 B， 人拢爱有保险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人拢爱有保险，对唔对？ 机会陷阱。这哦，敢若是一个故事。对啦。对，来机会来，哎，保险是好师傅，还是讲坚持到底？好师傅带你飞上天，也是爱坚持到底才会成功。阮嘛一直伫咧讨论。阿母刚会晓是，阮是这敢若通讲是一个故事吼，应该是 C 啦，坚持到底才会成功。这样有替人的感觉。嘿，敢若替人。阿母袂背后就对啦。嘿啦，伊坚持后壁，慢慢啊走上后壁就坚持成功。对，咁走伤紧嘛无法度啊，对无？爱坚持到底啦。拄啊一个题目，迄个乌龟甲迄个兔仔咧相走，故事意思同款。哦，好，你的答案是 C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坚持到底才会成功，对唔对唔对？来，恭喜得了1万咯！哇，来，听老师解释。好，鸟走过头，阿母踮尾后，这句俗语是咧讲啥？咱人做代志哦，袂遐像啥鸟啊，你走伤向，是毋是一困仔就无力啦？吼，你就会挡袂久嘛，吼，咱嘛袂当像迄阿母哦，吼，安尼咱是安啦，拢对人的尾后，安尼你嘛袂成功，吼，所以呢，冲伤紧就无挡头，想咱是对就对咱袂对。 所以咱就爱靠咱的意志，安尼保持速度，坚持到底才会成功。